咱来看台北市长的选战，这部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今日发表伊的中照政见，也强调这中央敬努金未来一定会继续发。也那这国民党的参选人蒋万安是公布伊的竞选官方网站甲募款的物仔，伊也呼吁这民进党的这参选人陈时中，爱针对赖清德讲台北市是疫情的开端，来讲清楚伊的立场。陈时中是回应讲，伊绝对无歧视台北，也讲这疫情的壁是对中国武汉来的。甲时大人同齐唱情歌，不当一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吹衫来到网界，一照中心发表伊的长照政见，希望扩大台北敬老卡的使用范围，也强调无论未来向当选，中央敬老金一定会继续发。你家台北就是无限。同一时间，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推出伊的竞选官网加募款物仔，其中的卡网是回收过去的竞选布条做的，实践伊的环保理念。另外，针对副总统赖清德吹一讲台北市是疫情的开始，蒋万安是呼吁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爱讲清楚伊的立场。所以，请陈时中部长很明确、直接的表态，你到底认不认同赖清德副总统的说法，而不要怕得罪你之前的长官。吹衫陈时中参访儿童体能学院时，搁一摆表示，伊绝对无歧视台北，疫情的开始是伫武汉。我还是要强调，整个疫情开始就在武汉嘛，所以一开始我们会称作武汉病毒，那至于未来到底确实是怎么样，那还有待国际的一个调查。我听到说他要再去研究是不是台北是，原因是什么？他要去研究嘛，我说那就等他研究完再来当市长吧。黄珊珊表示，台北市民是受害者，赖清德误会了后，应该要对台北市民有淡薄仔表示才对。记者林书豪、小桂林台北报道。